你想我好，憑恐嚇就能夠，而你其實不必真的要走，除非我不夠好，無需再做朋友，而你情願孤單都不接受。要是我先開口，很需要你逗留，告白有用還是根本沒有？求求你保護我，可是個更差理由。不要離我太遠，掉頭望一眼就見分隔開，過了10米我便懷念。不要離我太遠，突然離開我視線，這個心也會被你牽走一片。就算自行未可以避免，請你走之前，仍能讓我發現曾為我真的心願。我先開口，很需要你逗留，告白有用還是根本沒有？